原本台东国小甲台南大学合作的实验室，现在配合跨领域的课程特色需求，改成专业的摄影棚，而且建立的30万资源完全由台南东区扶轮社所捐献，并且由师生家己号名票选，主要以童话世界工作室来出线。学生表示，以后因将伫遮展现学习的成果，加训练自信表达。是在这个教室，我们可以学到要当小主播或在里面录音，让每个同学都可以体验当主播的乐趣。然后希望在那边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勇敢，让大家可以更有自信的面对各位同学跟老师。就是我觉得可以让我们训练有自信，就是要微笑啊，然后不紧张的面对镜头啊。然后我希望以后可以在那间教室做一些音乐的创作，就是因为我们6年级要毕业，然后希望可以在那边创作属于自己的毕业歌。这次有影音摄影棚，我们叫做童话世界工作室。那我们最重要呢，我们成立这一个工作室，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课程教学呢，真的有一个更实际的一个操作。那我们自己知道，原本我们的孩子呢就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课程，但是呢，我们缺乏这些设备。那这次刚好有台南东区扶轮社，他们捐赠我们来建造这一个影音摄影棚，那让我们的孩子呢，不管我们的校本课程、老车站，或者是竹溪的课程，都能够在这里做实践。我们同时呢，让孩子之后跟课程结合，可以变成我是小主播，我是小记者。为了见证家校摄影棚建伫作为创新教学甲跨领域作品呈现的真好环境，上岸副市长郑谦甲热心捐献的东区扶轮社等侪民代甲贵宾拢到场正式启用。今天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一进来呢，就让我觉得教育非常的这个成功，真的非常棒。那其实呢，我是东区的人我是东区住中这里，一直都住在东区，我中艺国小毕业。那真的不知道中华这个路桥还给我一个这么好的这个小学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那我想这个时间上的关系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 studio 这个录影室他们这个主播呢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这样从轻到来，而且很自然的这个表现真的不容易那我们要训练学生长大以后可以跟人家辩论，可以讲出一套的逻辑道理出来，这才是我们教育的真的成功而不是就说看到教面啊，都会惊很闯加讲，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能够有这个表达我们的这个思想看法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真的教育非常成功。虽然是不大，但是我想呢，我们的志愿、我们的心愿是非常的大。那么大龙国小的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它是在市区里面。那一般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说，市区里面的小学应该是资源是非常的先进跟非常的丰富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如果有了解的话，事实上市区里面呢，现在因为台南市的这个市区一直新生人口一直都是往新的地区在发展。那个新的房子一直盖，人口一直的就这个移出。那在比较旧的传统的这个市区里面，反而是有一些老化的一个现象在那所以呢，我们其实跟大龙国小长期10年来的一个合作，我们认为其实是学校是有需要说我们可以再加更多的这个资源给他们，因为这些小朋友刚刚看到他们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我想教育呢，其实这个资源都不嫌多的。虽然是小小的空间，不过却有大大的远景。期待以后不只是小小记者主播，将学到的能力甲素养运用在日后的生活，来实现家己的梦想。台南新闻，管子刘品言采访报道。